今仔日是咱大幸福，一年一度的敬老同乐晚会。欢喜啊！来，好好甲阮介绍咱正手边的贵宾。好，阿公阿嬷，小朋友看头前，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高如意。哦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叫美华啦。有豆我烧声。咪我阿大家好，我叫怡芳。大家好，我叫新玉。大家好，我叫做贤玲。哇，你好你好。针对我甲你讲，你今日邀请阮就对啊。对。阮拄好是哦，祖孙仔队。对啊，今仔日为着这个正特别同乐晚会啦，设计一个真好耍的游戏，叫做两人三卡。咱做伙来比赛小佚佗一下。啊，毋过我知影恁祖孙仔、妈孙仔的感情拢真好。是。啊，毋过即届的分组是阿孙仔一组，阿公阿嬷一组。安尼袂用子啊！这比赛无公平，而且老大人甲囡仔体力一定差足济啊！阿公笑啊！你当然伊讲了有道理哦，有道理。迄恁阿公，阿哥有队长，我甲你讲，阮船长已经准备好啊，又准备装备，这装备甲抢落去，这就无问题。来啦，咱装备先甲请起你啊！哦，你甲看觅啊，装备拢穿好啊。赞哦！互我来好好介绍一下。好，你看，因戴的目镜是老花的，老花目镜。所以因看起来淡薄仔咧雾，看无啥清楚。啊，那这耳啊，因戴的是隔音的耳安。哦。伊这个倒起来了，因嘛是会听无啥清楚，因咱长辈嘛有当时会较重听。重听。耳孔较重，啊，你搁有身躯，你看伊的手腕，啊，搁有伊的骹肉，因那咕咕啊，搁有啊。规身躯，咱拢有互因排重量的。哦。即摆敢是唔淡薄仔酸啊？无。哎呦，伊真正咱长辈因会退化，遐肉拢会较无就辛苦的啦，有算袂听。所以互因好好感受一下。安尼因装备穿起来，恁有感觉这个比赛有较公平啊无？阿妈，这高水唔知。啊，毋过我甲你讲，趣味就好，安全第一。嘿。哎，洗过迄个汤啊，转来。好，到底是阿孙会赢，还是阿公阿嬷会赢咧？来哦！好来。打倒去，打倒去。进。那有机会，阿公阿妈说你哦，加。好，有啊，愈来愈有迄落，有啊，愈来愈白。哎，动作愈来愈了，吼，有机会哦。好，来，水哦。快紧快，行到最好的呢。运动家的精神。真正的。因尾啊吼，这抓行到较好。这真正是爱培养，因为伊头前安尼听无啥顺，骹佫会相拍，啊，后来就愈来愈顺啊。对。恁之前感觉安尼胜过这种游戏？唔捌，我唔捌算过这。哎呦，感觉好耍无？趣味我阿妈的笑声就改。不管你问伊啥问题，伊一定是。加油！我就欢喜耶。啊，你两位，你挡袂掉拔起来哦。哦，你来讲，恁即摆体验的只是差不多几啊分钟尔，因为阿公阿嬷伊是一直拢一个这种无辛苦的这种状态。啊，你平常时甲甲阿公阿妈耍游戏？对啊。恁拢耍啥？速读哦。哇，阿嬷头脑真好。我出球的。恁两个做伙耍速读哦？啊，拢上下较济？你下较济，阿嬷下较济？差不多哦。你袂准。阿嬷，伊写较济还是你写较济？总的嘛，伊写较济。哎呦，安尼算孙的有客气哦。系啊。安尼阿公甲有甲孙仔耍游戏？会找我行去啊。行去。我袂歹哦。你看，这两个差不多要袂动你啊。我今仔日我感觉这是一个哇，真温暖的一集。对。啊后来因妈孙啊、祖孙啊，好好来耍一下游戏。好。啊，做伙甲因台语学起来。好。今仔日就互恁来提宝藏。你准备好未？好。来哟，准备悄悄听那个。叫阮的名，这款是新喜爱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
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今仔日是阿公阿嬷带孙来挑战。是啊，恁拢知影头壳顶什么字哦？在，哦，古今新旧。哎，安尼拄好，伊会当讲是两代人。两代，啊，以早耍的物件，甲即马耍的一定拢无共。恁以早细汉的时阵拢是耍啥？算迄落干咯，铁干刀，铁的哦，嘿，铁干刀，毋是插头的哦。无铁干刀啊，迄落阿飘，然后弹珠竹竹啊，但竹啊，啊竹啊啊，恁孙拢耍啥？手机啊，非常的明对显，手机啊。啊，你嘛是耍山西？哦，弄手机啊，啊，米阿嬷，你细汉拢耍啥？阮都住伫迄村庄，也无啥好耍啊。有啊，去田的看是头好人的番薯啊，是啥？控油有无？控油哦。对啊哎，姑姑啊一届啦姑。姑我嘛一届是算佚佗啊， OK，咱遮就是哦，你若是4题，通摕一块大皮；啊，若8题，就通摕2块大皮。安尼食清楚哦，会用的哦。来哦，准备就招，现在个。第一题，金，哎呀，小冲 King 过头，啊，好，新，哎，刚刚是阿公啊，捌着，好，阿公啊，就是你啦，阿公，看一下，阿公，阿公姐，对，阿公讲，看遐讲，看遐讲，我讲起来，讲台语，讲台语。电动车，哎，电动车，对。来吃，万年的阿公，嘿，对，加，Go，豆豆来哦，来来，哦，赞哦，阿妈，边读，哎，边读，好吃，边读。登去，阿妈登去，嘿，哎，恁孙仔甲加油啦，阿妈摕2题啊。来，好，金，好，啊，有啊，阿妈表，贵公斤，是，对，对，马去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再会，对，准备来回。上，Go，豆豆来，阿妈跪，阿妈跪，来，这是这就是恁兜有鸡啊，爱用油鼎，三个字。鸡肉钱，哦，我，对，你阿妈登去，嘿，讲到这啊，无啊。好来，准备新，哎呀，我龟头啊，好来，金，哎，你要去安全哦，买回去，买回钱。新，好，五题啊，有机会啊，8题就2题大片哦，好吧，对，唔对。对。阿妈讲太大啦。阿妈在起票，啊，请问这边有姑，哦，老人安那，少年唔捌宝。你定定有当时会坐手啊脚，甲一群人哎，讲。我时间要过，嘿，不要紧，pass。最后一尾啊，哈，Go，阿妈豆豆来哦，哎，水嫌水哦。哎呦，水啊你啊！哎呦，阿妈厉害啊！来，头先有一个 bonus，真正足可惜的啦。你敢差一个音尔，应该是过经青哦，经过经哦，经啊。经哦。嘿啊，就是咱讲的流星。啊，头先有讲到一句话，老人唔安怎，少年唔捌宝。老人唔讲过，啊，水，啊，厉害少年呢，捌宝。对啊，就是咱爱听一寡老大人分享因过去的经验。故对，事，关键伊干过啊，咱才会进步，才会知影讲咱要安怎生活较袂出差错。对对，
多谢阿妈。嘿6分6分会当摕到一块大片来，请对摕。哦。老爷子，马祖鱼，好。好，目前马顺祖摕到一块大片，随来进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今来讲。台语上练档，脸仔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包落来进前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外保障恁就摕袂走啊！进前来参访的小朋友啊，咱拢问伊讲，你定定拢甲谁讲台语？伊大人拢讲是阿公阿妈，今仔日就来到现场啊！而且甲咱的阿孙呢做伙拼，做伙摕宝藏。好，恁来讲较大声，阿公阿妈甲听有知无？好。好，即摆安怎摕大片？3题通啊摕到一块大片， 3题哦。嘿，过6题就摕2块大片。好，尽量拼，尽量加油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噶！好，来，来讲下几个字，大家讲阿妈讲几个字。几个字？沙哩，会当唔顶呢？我去阿妈家上爱啉的物件，阿妈到，上爱你咩？你咩？牛奶，唔是沙哩，沙哩哦，嘿，沙哩，你咩？顶摆你叫你帮我讲要摕啥物东西完厝？小的，哎，你上番茄汤啦，好没？水。好，后一个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少年人来耍的，少年人啊，少年人咧耍的2个字，少年人咧耍用的电脑手机啊，电手机啊，手机啊，两个字， 2个字，手机啊妹，用手机啊咧耍，啊是要 pass，嘿太困难了对，太咧耍困难难啦啊。 ，pass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会使落去啊，会当录影。啊，查啦查来。这可能嘛受困难啊哦。难啊，啊是你 pass 第一题，你感觉阿公阿妈会啊？你 pass。 pass。哦，这个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买物件时阵要创啥？设计，毋是对。买单的时阵，嘿，有足侪人要创啥？遮济人的，你去买物件的时阵，啊买单的时候，遮济人的。你马上参与一个嘞。剩小啊你，看排队啊，对不对？排队。对，就是排阿队。公你妈讲话哦。几个字？起床的时阵会食的三个字，起床的时候，哎，起床的时候，姑娘，吃早顿，对，对，对2个字啊，头创是食，早顿，早顿啥？上。早顿店，哦对了。好，啊，两个字，哦，这阿公阿妈会啊。洗身躯，爱用的，一块。洗身躯去食爱用的。的物件，会足香的，气泡，内裤，你看你啊，算对。上掉。第5好，对。哇，这少年人的啉的，少年人咧杯一啉杯的，少年人啊，你啉咩啦？少年人咧啉咩？少年人咧冰茶，哎，三啉凉的，这修身的讲法啦，这修身的讲法啊，阿妈就是阿公唔知会摇啦。的，嘿，用会摇的三字。啊，是啥？恁 pass 的电眼，电眼是啥？监视器，对，电眼就监视器。啊，若讲监视器，明仔来讲较好。偷物件的时阵会翕到，哎，别人若偷摕物件会翕到的，哦，会使摕来做禁锢。对，真好。阿公，你讲一个看卖。哦，录影啊，啊，龙眼哦，对。嘿，对。阿妈讲上济，阿妈休困者。阿妈一直阿妈最厉害。阿妈即马需要的是啉茶，嘿，啉茶。阿妈一杯手切茶啦。手手切茶茶。啦，哦阿妈反应介紧呢，切对。反应真好。来，4分通啊摕一块大片。小妹去摕，以后去摕者。袂好嘛？袂哦。好，真好。不要紧，豆豆来。每一关拢有一块，哦，后一关佫一块就是3块。三地袂歹啊。啊，你摕做总的机会嘛是介大啦。对。
比无机会较好。因为那迄是运气啦。对运气，来上尾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讲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两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高中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好，阿公阿妈，这关哦，爱甲动物赶转去厝的，恁拢知啦吼，赶转去厝的嘛。就爱问看卖啊，你敢有定定转去找阿公，偌久找一届？无一定。无一定哦，想到的时阵就去找一个。对。哦，啊你有啦，休落有较接啦，哦休落来较休接。落较食。上船的时阵就敲一通电话嘛，袂歹啦。哦，未来应家己拢会拍来。我家己拢会开哦，的。你拜拜哦。啊叶凤你的，你就想阿妈就转去食伊的卤豆干。番糜汤不一定啦，有些是食饭啦，有些食面啦，哦，啊，不一定啦，我一定，啊你今日有早来无？无。照下来。早你煮的物件。这面面啊，你有无欢呼啊？啊我无欢呼，孙仔欢呼。嘿，你也欢啊你后一组就知影啦吼，后一组就爱知影啦。情的祝呼。祝文。文节。哦，祝文啊祝文。好啦，安尼即摆要开始啊，安尼先请就位。啊，咱这总共有3关，过2关通啊摕一块大片，3关拢过，2题互恁炸走。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噶。加油！注意安全哦。加油！有阿公有咧下，阿公，阿公有阿公。阿公，阿公下入去，阿公骹手就溜溜的，哎呦，厉害啊！阿公就溜的呢。好，别跳！阿公来吃，啥物无？安怎无？别跳！阿公来吃，啥物无？安怎无？礼拜一无。礼拜一无对。你摆一礼拜一包。无。来，后一个动物。你要倒一个跳哦。跳哥，来。对哦。啊，袂使甲我拍掉，袂使甲我拍掉。来注意安全哦吼。你要记得。哇！哎呦！阿公倒下，阿公，这会照顾阿公甲孙啊，孙啊，当去找阿公。孙啊，等去找阿公。好对。来，小妹一个。咱的现年阿公已经流汗哦，你头先去切汗哦。加油！阿公这里。阿公，我这阿边较无乖哦。嘿，较无遐尔好请落去。哎，袂当靠着椰子菇啊！袂当靠着袂椰子菇啊！有机会，小妹一地啊！阿公，阿公，你不是阿老飘呢？够有机会，唔通放弃。这鸡人卡掉的。提出溜刀的精神。阿公，卖放弃。尤其是恁最后几秒，才有机会。来。阿公来吃。来。加什么同款？我的牌啊，甲你的同款。水刷。你话嘛？头先坐伫2楼看有较清楚哦。有啊。有哦。啊，毋过你坐伫2楼看，啊若拄煞无话，你坐遮足侪话呢？啊是即摆换互阿嬷来做顾者。嘿啊，阿妈做顾者。第一个，头先你是讲啥？礼拜一无。礼拜一无，嘿。用这个无来做顾。无来做句，讲一句话安尼。伊是一个语助词的对，啊，概念嘛。我是问你啊，啊，你要食饭无？哦，你要食饭无？嘿。啊，讲伫迄个无。啊，你想一句。我即摆无要食饭。大姐呀！巴西啊，这个时间对。免啥食。啊，阿公，换你做顾者。嘿。你知影无？哎对啊，啊上简单，你知影无？对。哇，3关拢过，摕3分，摕2块大片。小妹摕，好，以后摕2块大片哦。嘛袂歹哦。礼拜二无。礼拜一无。阿妈收起来啊！阿妈讲礼拜一无。是啊。好，以后来这吃。个剧面啊。哎对，这个剧势阮最爱看的。对。一半的机会摕宝藏，到底伫阿公甲阿妈的
加持之下，敢摕到宝藏嘞！现在讲，好，一半机会，50%的机会会得到宝藏。啊，不过今仔日是一个特别的客户，是阿公阿妈拢来到现场啊，一定要分一个 bonus。我即马互恁选择，看恁是要加一块大片落去洗，还是互恁2届的机会，买2届。不能干。好，不能。来开话莫加讲，爱飞超过1空才有准算哦，耳鸣。好，手甲放这里，到底你阿公阿妈加持之下，因敢摕到宝藏嘞？请买。我一空啊！哇！无，无，跟给我一届机会。叫我头先讲的，就给恁一个机会。阿妈你来配啦，你来啦，你因为来。阿妈拄在对啦，无比我阿妈对台中来坐高铁来的对吧？阿妈拄啊徛喺边啊讲，即摆要生啥，即摆要生啥，你就讲。冲这样，嘿嘿嘿，你啊配着啊，一空。阿妈较大啦要啊！买就对啊啦。好，进2、3，请买。哇，一空，哇，歹势，真正无。有啦，好啦，有啦，阿妈你徛来阿先，妈你徛中，有啦。差一输啊，哎，出来出来啦。我阿公啦，阿公来，那叫他一届，阿公，讲一个，阿妈这不是黄文琪啊！上尾一届机会，结婚证，出结婚证。请买。阿公加油！阿公加油姐！反正。阿公，来，小朋友，有奖品啦，有保障啊！赢！哇，恭喜啦，高水相机啦！你有欢喜无？谢谢啊，来，这支啊。今仔日带孙啊，做伙来吃念饼饼，啊，再来耍游戏，会感想啥款？生活感觉足欢喜安尼。真欢喜的哦，哎呀，啊，真轻松啊。真轻松。啊，小明，甲阿公做伙来，感觉啥款？欢喜啊，欢喜。欢喜。啊，叶红丽咧，甲阿妈做伙来，就这样，足忝的。为什么？背黑，哦，你讲背足忝的，你忝到即马，搁伫忝？不，无啊，对，头先足忝的就对啊。开戏啊啊，好耍，无？哦，真好耍哦。比我阿妈，今仔日参与落来，感觉啥款？好耍嘛？好胜，啊，搁真欢喜，有影哦。啊，后摆搁要来无？买，好啊水哦。感谢啊你即句话，阮即马做的所有代志，拢有价值啦。是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想爱他。